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一个陈先生，伫社区的门口捡到一张850万的本票，伊带一大条。当时甚至有朋友甲滚算笑，讲中关价，甲这个本票甲卖掉。也毋过陈先生真紧就找到本票的主人，甲物件还互人咯。律师来提醒，若是捡到本票，是毋通着急要甲开票人来讨要爱钱哦，因为安尼可能会卡到侵占罪。陈先生等去找时阵，看到社区门口涂骹一张白纸，本来就是本色，想到捡起来看，是一张本票，看顶面的金额，嘛会惊到硬去。本票，然后850万这样。看到那个金额，有没有吓一跳？有，脸书朋友他就说，你就算转卖他300万，他也愿意跟你买。陈先生交予社区管理员，过无偌久，一个小姐香港出现。原来伊找本票来看厝，无说你甲身躯顶载本票补甲无去。哦，他很高兴，然后他当初他掉得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这张本票顶面有金额、时间含开票钱，是一张有效的本票。不过任何人捡到，敢真正就当随要求开票的人付钱。当你拿到别人开出的有效本票，先别急着拿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想拿钱，因为这可能涉及了侵占的刑责。侵占遗失物，如果拿着票据把日期金额把它涂改，那会变成变造有价证券，可以判到3年到10年有期徒刑。也就是讲，无相对代价摕到本票是无法度执行犯律。另外，开票人若是碰见这张有效的本票，爱随报警申报无去，嘛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，拄款判决，和这张本票失去效果，则袂扣歹人利用去，嘛保护家己的权益。